后来顶个月伫绿岛，互人发现的3只拄拄出世无偌久的水果麻，伫台东野生动物保育协会照顾下，一天是食6顿，体重增加1倍。讲未来等因大只，会甲因带转来绿岛来野放。食日时间够够啊！是讲呢，3次4次暑假强要困去，保育人员赶紧将这个牛奶干仔加小可摇叮当，互伊赶紧搁精神，胃口够好，一天爱啉超过500-6摆奶才会满足。这3只果子麻囝找无因老母，后面将伫绿岛发现送去台东。3只号名叫绿岛之心1号、2号、甲3号，规工拢连做伙，连拍日头嘛共款。短短3礼拜，就为200几公克大到400几公克。未来如果状况 OK， 在经过野放训练和评估之后，我们将会带回绿岛进行野放作业。今年协会嘛伫半路发现互人放掉的果子麻，若是较晚发现到，恐惊就无命。保育人员嘛提醒乡亲，唔通乌白饲野生动物，人类环境甲大自然依然有差别，又搁有传染病风险，上好好这的动物回到大自然，安尼因较自在。